当我做我甲明了，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当我做我甲明了，你是我活活的救赎，你是我的一切。正天赛徛伫座位，甲长老甲4个活米的周围，面趴伫座位前，敬拜上帝，讲阿免。愿阿老、荣光、智慧、感谢、尊贵、权能、惠力，归伫咱的上帝，到代代无尽。阿免。咱要做伙来开声来学落来祈祷，上帝互咱的开心，互咱会当反馈啊，咱就来感谢主啊，学落主，咱开声来学落来祈祷。活命享受阮贵司，互阮有感情意志，互阮会通直接来决定行伫稳定的道路。主帮助阮会通时时来学落你，因为你是牵伫阮学落敬拜的主。你将逐样的好米享受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你拢要做。感谢主，学落主，时时用你的圣手来扶持保护看顾阮，也赐阮，互阮教业各有尊。当心祈祷，感谢佢耶稣圣名，阿免。请坐，咱要为着咱甲上帝中间有啥物来主动咱会通得到福气的即个
来读解也无，咱做伙来读上帝话，做伙来，因为我要认我的罪恶，搁为着我的罪来忧闷。耶和华唔通放杀我，我的上帝啊，唔通离开我远方。所以会阻挡咱的恳求，阻挡咱的祈祷，阻挡咱领受应允哦。所以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哦。咱若是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一切不义，要将逐样的好来收束咱。咱若无认罪哦，迄个好就袂倒来，就塌掉哦。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咱家己，伊思想感情以前有得罪上帝，得罪人，求主来赦免。咱开声来祈祷。清洁的心，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主啊，你保的就是要帮助阮，擦消阮的过失，互阮会通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当阮大大开水，你就要大大来充满；当阮诚心来恳求，主你就要应允。你要帮助阮，通透阮甲主上帝管道，互阮通透无阻挡。随时来伫你施恩宝座前来恳求，为着要随时得到帮助，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要为着咱家己的心灵来祈祷。天气在变化，咱的身躯嘛爱注意吼。过来可能这几天的温度的温差真大，所以咱是上帝的殿咱来保守咱的身躯求主来医治。你即马你若有需要要祈祷的念会通徛起来，咱用上帝话做来宣告来。我的心啊，你就落摇花，通记你一切以后你拢做的，伊救赎你的性命，万你死无，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面条，通袂记你伊一切恩惠咱。心心灵来祈祷，这个时阵你若心神肉体，你需要祈祷，你的这阵会当徛起来哦，会当徛起来，要为着你来祝来祈祷，咱会当讲为着你来祈祷，也是你手换伫迄个鼻疼的所在，为着这个不爽快，特别主要医治恁，互恁暗时若困袂去，上帝所疼的要互安怎安眠好困。讲求主你帮助我，毋免阁透过这安眠药，帮助我。互我有主你的神来保护看顾，将一切忧愁烦恼交托伫你的手中，互我暗时好困，一暝到天光。你若有需要来倒的，你就徛起来，咱开声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伫你的逐项拢会通对主来祈祷。
价顶为阮来付上代价，你所留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啊，帮助阮，互阮伫暗暝会通好困。阮将一切忧愁烦恼交伫主你的手中。主你来就是要互阮得到平安，得到更较丰丰富富的稳定的性命。主你也对阮来呼召，讲既然劳苦担当会通到你遮，就要互阮得到平安。阮将这的兄弟姊妹暗时困袂去的，求主你来透放因心灵，伫遮有侪的这的困扰，伫遮的伤害，伫遮的束缚，透放互因灵得到自由，暗时就会通安眠好困。主啊，阮也将阮的心灵交伫主你手中，因为你是大医生，你要伫遮来捆绑伫阮身躯做这的ทัก界，互阮会通自由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稳定甲你的医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求性命，阿免。咱最后要为着主伊来守望咱读上帝话做伙来。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欢喜来祈祷，因为恁对头一日到今3甲5分伫兴起福音。咱要为着主伊牧者两集同工团队的服侍来祈祷吼，为着咱个人会通被万心，能领受上帝真理，为着咱每一个牧区，伫咧服侍中间，大家同心合意伫遮来配搭，嘛牧师需要恁带导牧师对早起6点半一直到暗时。圣礼典拜6个礼拜早起下晡要到伫拉拉山来主持迄个感恩的礼拜所以需要恁的祈祷对无恁的祈祷牧师更较有气力伫遮来服侍，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每一个遮服侍来祈祷。你是阮的一切，你是阮的快乐，你是阮的盾牌，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衬。你的神来感动阮，阮就明白真理。你的神运行伫阮的中间，阮就更较有快乐，来成做你束缚众人的管道，用你的话来清气阮的内心。因为你的话带有活命，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是阮路上的光，是引带阮行伫义的路，行伫永活的道路。愿主来祝福，互阮今仔日的学乐敬拜，拢得到主你的欢喜。你的宝座也设立伫这所在，阮会通好当无惊吓来就近，大大来恳求祈祷，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全地就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面前。好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神的主日，是上帝所定着日，咱就学乐唱歌来到伊的面前。阿免。
愿愿遵守主旨，用一生来服侍你，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你，哈利路亚。这时请姊妹来唱。因为主你是何等的奇妙，当阮每一日找无路的时阵，主你就会引带阮，带我伫平安行坦的路，互阮日常的生活，让当见证着主你的大作为，感谢主你是何等的奇妙。你
我主，耶稣我主，阮愿的努力的受主。当心来祈祷，主啊，恩典是你赏赐，救恩是通过你的牺牲，互阮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无论好囝善，无论知识悬，也是知识低。主啊，你拢听阮，你爱万人得救，无愿有一个人沉沦。你爱阮来亲近你，才会通对你来得到智慧，才会通来超找头前阮所要行人生的道路。愿主来说，阮今早起的礼拜有主你的同在，也恳求你拍开天窗，显明你的施恩座，互阮用信心来大大恳求，你就应允赏赐。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共同来吟圣诗第303首。主，我要学了你，主，我要学了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同心来祈祷。亲爱的爸上帝，感谢你为阮这个正罪人有备的救恩，无分贫富贵贱，只要愿意用你来悔改认罪，相信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罪就要得到赦免，生命就要得到永活。主，阮的心就是要用你来充满而乐，我也要大声来宣告，感谢你至尊伟大。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求你赦免阮有时
软弱甲无知，你甲阮常常也伫遐来犯错来得罪你。帮赞你的正经字，互阮一生通得到光强壮大，穿着全副的军装来荣耀主你的名。恳求你加添阮逐人的信心，佮开启阮心灵内面的目睭，互阮毋只看见困难，佮较会当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甲你的大作为。互阮无倚靠家己，单单信靠上帝，凡事仰望上帝，仰望天顶的爸。阮学习做一个爱祈祷、亲近主、过耶稣基督款式的生活。互阮也通常常向天来祝谢，为所欠缺献上祝福的祈祷。确信只有上帝你是赐阮赐福的源头。爸上帝，感谢你将这种奇妙恩典赏赐予阮。小常你也要将阮身边每一个人看作宝贵，你爱人人拢得救，因为主你有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到爸迄个所在去。恳求圣神甲阮同在，热切祈祷，互阮逐人会通用更新的灵命来人传福音，互人因为看见阮生命的改变，来愿意亲近主。主啊，帮助阮也会通学习用温柔劝解遐个抵挡福音的人，或者是上帝你互因有一粒火解柔软的心，通来明白真的道理。阮常常都要来思考，阮要安怎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互逐人拢愿意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来接受耶稣上帝国的邀请。当阮有人传福音的时，阮也常常拄到这个拒绝、摆脱、等等侪困难。主啊，帮助阮，也无因为安尼，跌到真大的塌崖，互阮传福音的这种的勇气甲热情，无受到这个影响。因为主讲，受掉的侪多，受敬的人真少。主啊，当伫阮肢体中间有侪这个兄弟肉体病痛，心灵欠安，甚至要失去亲人朋友。主啊，愿你用恩典慈悲款待因众人，互人人得到主你的怜悯医治，讨望因心灵的自由。上帝你亲自陪因的同担，互因伫主的内面通享受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主啊，当这时，阮也要为着二小牧区来代祷。愿恳求主，你来保守每一位伫咧成长中这个细汉囡仔。主，你来保护这个儿童，因的灵魂体，甲因的心思意念、因的情感，无受到这个任何这个攻击甲伤害。主啊，你来赏赐每一位做父母的，甲正当工，因拢有这个属灵的眼光，照着上帝你的心意来带领这个正经儿，互因伫迄正常伫上帝话内面来成长，互因逐人建立有一个属灵好的品格。也求主来护调。做这个听主、听囡仔的这个基督徒同工，会当参与伫二小牧区内面的服侍，带领这个儿童，甲主每一天来相拄，伫因一生的中间，主你来接纳因，互因拢成做你所欢喜的囡仔。这时，愿同心伫你的圣殿献上敬拜的俄罗甲恳求，愿你来接纳阮恳求的声，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交读启示文，启示文第54篇，马太福音第5章。我来客，咱大家来演。心灵善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
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要吹打羡慕上帝旨意，是天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把祝，熬人民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谦虚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下面咱们请子弟团来献诗。这是咱要做伙来听读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2章第1节到14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2章第1节到14节。白话字
新约圣经第26面，其他的版本的页数，请咱家己用荧幕来看。现着我来读。耶稣因伊，佮用譬喻甲因讲：天国比凭人君甲伊的囝备办婚姻的宴席，找伊的奴仆，调所请的来赴宴席。若是因毋来，佮找别个奴仆，讲去甲所请的讲。我的道已经备办遍，我的牛甲肥的精生已经抬，8项物拢变，就来赴宴席。因无要紧做因去，一个去伊的餐园，一个去伊的生理场，其余的掠伊的奴仆，凌辱因，杀因，人均受气。找伊的军兵，剿灭遐个凶犯，杀烧因的城，就甲伊的奴仆讲：婚姻的宴席已经变，若是所请的未堪得，所以恁去大路头，见若所拄着的，拢请伊来赴宴席。遐个奴仆出去路呢，自执凡所拄着的，无论好歹。婚姻的客厅，人客就满。人均入去看人客，看见伫遐一人无穿礼服，甲伊讲：朋友啊，你无穿婚姻的礼服，怎样入来遮？伊就静静。迄时人均甲遮个找用的讲，绑伊的骹手，将伊迄伫外面黑暗的所在。伫遐要有剔口、加个切去，因为受掉的多，受敬的少。以上，下面咱要请本堂尤普牧师来讲道，伊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喜宴。喜宴。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已经发出邀请，互阮参加伫救恩的喜宴内底，互阮逐人拢会通欢喜。快乐甲主你同饮食，也同受永活的福气。开阮的心窍，明白主你的教示，会通互阮每一个人拢成做有福气的人。同心祈祷，靠耶稣叫性命。阿妹，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毋知你捌去用请过无？拢捌啦吼。若贴仔来，你会看袂？看这人甲我有熟无？交情好无？哦，若年底要到啊，即马吼。红色的炸弹，即马一粒一粒拢一直咧来安尼吼。我想你会去敬啦，讲即个我都甲伊无解释，安尼放贴仔互我安尼吼。较早咱捌共放互伊啦，所以即马爱行动安尼咯。所以喜宴有当时你爱去选择，嘛有迄款种，你甲你邀请，你无去参加，你作。袂过心，足后悔无？有哦，就无法度庄严迄个度较袂好势吼，佫足想要参加，但是无法度去参加。咱看去伫新约的圣经内底吼，有关于遮个食道，也是迄个宴席，常常出现，也伫耶稣伊伫做工的过程中间，无论伊外无闲。伊拢会抽一寡时间，甲遮个伫文书吼，即经学书甲法利赛人的眼中看做是无好的吼，也是罪人，伊甲因相甲食饭。遮个经学书法利赛人讲，耶稣哪会甲遮个人做伙食饭啊？所以其实咱讲食饭是一门学问啦吼，嘛是讲着关系。如果若甲你关系无好的，你会甲伊做伙食饭袂？拢无反应，有通食就好安尼是无？我想你若要甲人食饭吼，无熟的，我想你可能会拒绝。若甲你足熟的，你也找时间，咱足久无食饭啊，做伙来食饭，开讲者安尼好毋好？最近嘛受邀请一寡遮个饭局
较要紧就是要甲遮个无信的、遮个无道的朋友做伙食饭吼。牧师毋是真爱食啦吼，不过有肉就好吼。我嘛要保持我的腰的身材，啊无会走精去吼变负重，是吧？总经理先袂出去变负重安尼吼。所以伫遮咱看讲，透过耶稣甲遮个人的啉食，其实要紧讲着福音啊。有一个撒该吼，当耶稣讲撒该，你对树仔顶落来，我今仔日要去恁兜，就住伫因兜，甲伊啉食安尼吼。你知影透过这食饭，撒该伊的生命改变哦。然后伊拄着耶稣，互伊伫伊话内底来更新伊的心。本来即个撒该是一个求哭欠的嘛，对无？要对别人的落地啊来饮起来存落家己吼，藏落家己的落地啊。但是拄着耶稣了后，伊讲好，耶稣，安尼我要将偌济财产来分互这个送养人，偌济？一半啦吼，一半，甲你的边仔讲一半吼。较早我若甲啥物人歪，我要几倍行伊？会记哦，4倍。哇，恁拢有读圣经哦，感谢主。你也看讲，伫迄个生命的改变是通过耶稣。甲遮个罪人伫食饭的过程中间开讲，然后讲到天国的福音。咱透过即个食，今仔日念伊，咱会伫咧讲伊，伫因的犹太文化中间食饭，到底有啥物款的意思伫？今日透过即个喜宴，也咱要来思考耶稣伫圣殿伫遮个教导，伫路加福音第14章。内底嘛有记载类似啦，总无完全相反哦。类似有即个伫迄个宴席的中间来讲起着福音的一个邀请。上帝的教导透过生活的亲近，互人知影安怎伫遮来亲近伊。总是伫遐个比喻内底有真侪人拒绝啦，有侪侪的理由话讲我拄安怎？买一块田我爱去顺顺的吼。我拄好买一对5对牛今仔日咱看的圣经是安怎？伊买田地伊要去做生意，所以用真侪的遮的理由伫遮来拒绝啦。有当时你咧人邀请讲来阮教会有即个福音餐会咱12月23号要伫八地的来福新餐厅来举行圣诞节的赞美礼拜佫有就是福音餐会、布道会安尼吼。念伊有图片互咱看咱来邀请。检菜你甲人邀请的时阵，伊会讲歹势我无用我生理做无用的，也是我工作做无用的，我有真侪代志。现代人有真侪的理由会拒绝你对伊的邀请。因无想要伫遮来亲近上帝，总是今仔日咱有看会讲，透过即个邀请的过程中间，接受的因有啥物款的结局，拒绝的有啥物款的结局，要互咱伫遮明白，今仔日咱透过即段圣经有2个目的。你了解即个喜宴的比喻，伫背后咧讲上帝的慈爱、怜悯，甲伊的救恩。耶稣安怎已经为着咱备办好势愿意的会通接受进入到伫即个天国内底，甲主上帝同做道。第二就是讲，咱想看觅伫咱的生活过程中间，啥物人、事也是物，会影响咱甲上帝亲近，参与伫即个宴席的主动。今仔咱透过即段圣经。天国好亲像一个王伫邀请，透过即个邀请，互做即个对象，毋望因伫有定的名单内底，伫遮来参加来出席。伫犹太人因的喜宴的内底，也种伫即食饭内底的意思，毋是干那是一个社交，我甲你有交配。
较要紧是有一个宗教上的认同。伫宗教信仰内底，我认同你，所以我甲你相合者。所以伫因的信仰内底，因无随便甲遮个无信的人相合者。为虾米？检测伫迄个食物内底有清气，还是安怎？无清气，也影响到因的信仰有拍垃圾嘛，无拍垃圾。所以为虾米遮经学书法利赛人伫责备耶稣讲，你哪会甲遐个罪人食？检测伫迄个食物内底，就会影响到因的信仰。所以头一个有社交的即个功能，第二有啥？伫宗教上的即个信仰的问题的连结、认同。第三，就讲伫心灵上的即个交流，亲像撒该共款，因为伊的性命甲耶稣有伫食饭的中间来交流，所以互伊认同耶稣。互伊伫遮来接纳耶稣，伫伊生命内底后，上帝伫遮来接纳，不管伊伫犹太人的眼中是看做有罪人。第一就是讲，通过即个国王，也是路加福音14章内底伫遮所讲的迄个主人，伫代表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接纳，不管你是啥物款的身份。咱做伙来读即段来，搁找。别个罗卜讲，你去甲所请的讲，我的道已经被办遍，我的牛甲肥的精生已经抬，8项米拢变，就来赴宴谢哦。来哦，讲来哦，上帝的救恩已经被办好势啊！这个精神嘛太好势啊！吼。伫信仰的内底，就是讲耶稣已经为着咱牵到受抬的所在，已经为着咱来付上代价啊！上帝羊羔流出伊的宝血来除去世间人的罪哦，已经备办好啊！你有要接受这个邀请无？上帝要要求讲，一个人一出菜，安怎？咱爱参有当时一人一道菜了，一个人一出安尼大家做伙来啉食呢。上帝无上讲，你就来，准备好你家己就好。无讲你就炸啥物，炸你的好事功德，你的道德，毋是，就是备办你的信心嘛。第三，咱有看伊讲，无论好歹啦，圣经的人讲，无论好的也是歹，拢去甲因邀请。咱做伙来读来，遐个罗卜出去努力，自执凡所拄着的，无论好歹，婚姻的客厅人客就满。所以伫遮，互咱看伊讲，宴舍本身是因为恩典，所以每一个人无论好歹，我拢来。这段圣经，咱知影耶稣顶是个双边边啊，啥物人？两个大强盗对袂？大歹人啊吼！一个咧笑耶稣，你著上帝囝，你家己救啊！另外一个甲伊骂讲，咱承担即个刑罚是罪有应得，罪有应得。若是伊毋是啊，但是我甲耶稣讲啊，耶稣啊，求你安怎纪念我好无？耶稣甲伊应啥？咱做伙来读来。耶稣就甲伊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你要甲我伫乐园啊，伫天国的内底啊，伫快乐的所在啊，这是上帝对咱每一个人邀请，无论你是好还是歹，伫上帝眼光内底拢是啥？拢是宝贝，拢是伊要拯救的。求主来帮助咱，互咱明白讲。伫主内底，上帝国内底的啉者是有福气的吼。伫路加福音14章的15节，伫遮有个人讲当地人听其耶稣的话，就甲伊讲要伫上帝国食的是有福气的啊。为什么？因为每一款的人，拢会通伫遮来得到福气。咱来念这段圣经来，罗卜倒去，将这个事甲伊的主人讲，甲主受气，甲伊的罗卜讲，紧紧出去到城内的大街小巷，
带遐个送香的、画像的、青面的、摆卡的来食。而且咱看伊讲有当时的文化吼，后壁即三种人吼是啥物？画像的、青面的、摆卡的。那安尼检测伫咱的中间有真侪人无符合着吼，伫即个邀请的内底，就是讲一般人啊，总是上帝恩典大开哦。即三种的人伫犹太人眼中看是罪人呐。伫咱看耶稣伫医治遮个人的过程的中间，话讲啊，细囝，你的啥物赦啦？罪赦啦吼，总是无拄拢总哦吼。话是讲啊，即个病是要应光啥？上帝哦。所以大部分因认为讲，即三种人嘛是互人看做有罪的人、罪人，检测是伊，也是伊的祖先、伊的父母所犯的罪，所以地教互伊犯着即款的病症啊。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啊，逐种的人拢会当啊得到即个福气，无论是拍手的、青面的、送香的，也是摆卡的。伫人的律法内底，伫人伫看的眼光内底，遮个人应该无受接纳啊。总是伫上帝眼光内底，逐款的人，伊拢要接纳，包括你甲我。所以，甲国王来同齐，都会当伫遮来享受即个丰丰富富的即个菜色美牛。耶稣用即个真实际的行动，甲遮个罪人伫遮来啉食。就是咧表达上帝国咧邀请咱每一个人，无论你过去安怎，上帝有缘要伫遮来接纳咱。无论你的地位，无论你的种族，无论你的性别。伫圣经初代教会内底，咱看讲，也是讲旧约内底吼，查甫人甲算人，妇人人甲囡仔无算真完整的人。总是耶稣伫遮要讲，就是讲，无论男女老幼，伫上帝眼光拢是平等的哦，拢有通接受上帝邀请。面对这个邀请，咱是毋是会通回应？安怎去回应？咱的周报内底有报咱的姊妹有一个孙也是伊的孙要补请即个婚姻的宴席咱若要参加，去楼骹安怎登记即个看讲你甲伊有熟无熟，你就会去决定讲，哎呀，我着甲伊无熟，所以可能我无爱去遮个人，因拢知影是即个国王伫邀请，总是有真侪人因伫遐来拒绝。伫两边的圣经内底，今仔日所读的讲，我要一块田，我要去做生意。伫路加福音14章后壁，讲我拄伫遐买一块田，我要5对牛，我拄娶某哪尔所以我袂使去，请你准我死啊！所以伫遮咱看讲，因所讲的大部分拢重视啥？重视伫因的经济、财力、金钱来拒绝伫属灵信仰的一个邀请。第二，咱有看伊讲伫即个内在的追求灵性的成长的意愿真欠缺咱看讲伫拄仔的经文内底咱做伙读来，众人就共一样心提示，头一个甲伊讲，我有买园，孤不将就去看伊，请互我时。搁一人讲，我有买牛5对，要去验看，请互我时。搁一个讲，我有娶某，请入来。有当时仔想讲奇怪呢，你要买田，你还袂看，你就先付钱你牛都还袂看好，你钱就付啊？有力啊无力，你当然嘛要先试看卖啊。总是遮拢是借口啦为着遮个金钱经济一定可
放下属灵的信仰性命，欠缺这灵性的追求，也会影响着将伊的意愿。伫遮咱看讲拒绝接受这个婚宴的邀请，甲伊的结局。头一个就是先受邀请的这个人，咱看因伫遐有4个一个回应的态度。第一个，咱来看今仔日第3节吼，第3节，若是因毋来啊，中文讲不肯。第二讲因无要紧，做引去。第二讲不理。第三搁较确形，差派罗卜去甲因安怎凌辱、凌辱。第4个搁较残忍，讲派来搁甲因安怎杀啊。其实遮有一个意思，就是咧指遮个犹太人。上帝已经对因来发出邀请，总是因迫害遮个使徒，迫害遮个先知，然后连耶稣来嘛安怎甲杀啊。所以因无法度伫遐来得到即个恩典。第二种的人，就是无穿礼服。有人会讲，我都伫迄个路安尼凊彩咧行，先去互人诱入来安尼啊，我免哪有礼服。一般遮主人因拢会准备讲迄个一个小褂子就种有遮个上去买一个礼服，要互因伫遐来穿总是有其中有人都是无爱穿。伫遮属灵的意义代表讲，耶稣已经为了咱备办啥？公义的袍啦，公义的拯救的衫嘛你也看启示录内底拢你着穿即个救恩的衫，即个白衫。耶稣已经为着咱来准备即个义的外衫义的即个袍互咱袂当穿。总是你无爱穿，你拒绝耶稣为着你准备，你要家己穿家己的，你要用你家己的义伫遮来得救，相款的意思。所以伫遮咱看讲，因的结局来做伙来读来，伊就静静。迄时，人群甲遮个青羊讲，拔伊的骹手，将伊ฮ็伫外面黑暗的所在，伫遐要有啼哭、家牙、切齿。这就是拒绝的人，伊爱将来面对着，亲像咱拄仔读了这启示录，无耶稣的拯救，伊的名无记伫羊羔的活命册内底。伊所要面对的结局，上帝真恩待，一直在等待，一直互咱有机会啊。所以第二，咱看讲，咱是毋是愿意来坐道？坐道的过程中间，你接受这个救恩，你是毋是真做是一个常常亲近上帝，也是你做一个真无用的基督徒？咱免怎做一个无用，总是无混乱、无乱的基督徒？每一个规划甲上帝有三甲斗阵的时间来灵修，所以咱教会咧准备遮个在遮会主，就是讲每一天的灵修，透过 App， 透过我的教会这个 App， 这个 APP， 帮助咱提醒咱，灵修的时间到啊，透早就甲咱通知啊。你若用手机来下载、download落来，你就会讲，你会接到通知。有灵修无？拜五去参加灵修的高峰会。有一个讲员，伊是 Apple 苹果的咱足侪人用苹果的毋是用柑仔的苹果的。苹果的手机即个是一个女性的副总裁伊伫影片内底分享讲，伊会通伫遮来承担遐大的一个责任嘛。伊透早伊先开1点钟来照顾家己，安怎照顾家己？就是灵修。读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互伊安怎有智慧来管理Apple 即个苹果伊的一个实体店面。咱看真侪即马真侪店拢关起来，为虾米？受到啥物影响？
你捌买物件伫手机安尼移的，明仔载物件就送来无？捌会举手？哦，恁拢还阁走去店面客啦吼。啊，哦，咱的教会还阁吼伫即个部分哦，牧师真侪时间拢是直接拍的，若要买啥物件就来啊。即马真侪实体店面拢慢慢咧受取代啊，总是碰过伊的实体店面愈来愈大，愈来愈增加。伊讲我甲上帝亲近，互伊有智慧，伫遮安怎来创造即个影面，创造即个未来。有一个测查的查夫，伊逐工真拍拼，拢去测查测查倒来逐工拢安尼，总是伊的朋友发觉讲伊每一工找的查愈来愈少，数量愈来愈少，用同款的时间总是数量愈来愈少，到底问题出伫啥物所在？甲我讲者好无？体力同款伊用遐个啥物人讲啥？补头安怎？伤钝去啦！本来测一个测2、3下就倒啊就断去啊，总是爱测几下个平常时无安怎，无补头啦。有当时咱的甲上帝关系无伫遐来沟通圣经无识，智慧有限，所以敬畏上帝的人才有智慧嘛，智慧的根本敢毋是？所以即个副总裁伊就讲，我逐工用开1点钟时间照顾家己，就是充电甲上帝连接。哇！上帝话内底带有足侪应用甲祝福，知无？上帝话内底带有一个医治甲应允互你。所以伫遮伊讲开1点钟了，伊敢有法度去照顾遐侪人，照顾伊所要做的事业。所以，互咱亲近上帝，搁较有气力，无钝去啦。第二，做一个无用总是无烦的信徒。咱知影人生的代志，10之8九拢是不如意的。有如意的，可能敢若剩1项2项。所以面对这不如意的秘诀，要安怎去面对？大笔有真大秘诀，就是祈祷。有当时烦日也烦，暝也烦，所以暗时困袂去。所以暗时要困，就爱食啥？拢毋敢讲。安眠药对无？其实这愈食愈严重，愈食副作用愈侪。我最近过去一个会友就是安尼开互伊的，伊过去已经较会困的我听到这个消息，感觉足毋甘带伊来信主较早是食菜、食素来信主，所以医生的药开了伤重，搁有当时中伏食了，戆车车怎对台岸桥跳落？所以有当时咱要安怎甲上帝甲伊拉一个连接，互咱的心的烦交伫主耶稣。圣经安讲，将恁的忧愁烦恼安怎拼互主啦，互伊来帮助咱。大笔伊有扫罗伫甲对杀，扫罗一直咧想，这个无甲除掉我的王位不保，伊靠祈祷。所以上帝拢保护伊伊有机会去杀扫罗，但是上帝罗卜伊讲我袂安尼做，上帝家己做，家己出手。后来扫罗失去伊的政权，上帝提升大笔，伊常常对上帝来祈祷。当伊顺遂的时，也是伊犯罪的时阵，伊拢常常来到主的面头前祈祷。鼓励咱兄弟姊妹，诗篇内底有真侪这祈祷，是会通互你伫遮学习的，会通互你做你的祈祷文。第三，就是讲咱来做一个无用总是无贪心的基督徒，因为咱若无知足、无感谢检测咱的
透支咱的付出，所以咱拢安怎，拢早一点睡，对吧？早1点、2点，暗时1点、2点，还佫无咧困。有人我知影东工哦，半暝拢无啥咧困啊，为什么？赖还佫咧叮咚安尼哦。所以咱袂知影安怎去节制，安怎顾着咱的身躯，这拢是咱共同爱彼此伫遮来提醒吼。所以无法度关心着咱家身躯，就影响着咱的内在，所以会引起着咱的精神就出问题，暗时就困袂去吼。所以你要安怎知影大升甲落尾？最后咱来读这段圣经啦吼，影响咱足大。来，因为人若着全世界来失落家己、损害家己，有啥物利益啊？每一遍我若咧主持个别礼拜时阵，拢是对咱家己的一个提醒。你的喘气若结束，上帝收回迄口对你鼻孔所分的活命气息，收转来。甲你收转来了，你讲你爱用上手用氧气吼，互伊吸，伊会阁活起来袂？无法度活起来啊！亲像耶稣甲迄个财主讲哦，我无知的人啊，你吼还咧一直咧想讲，我要起偌大的仓库，等会通伫遐来抵我的遮个货品。我今仔日暗时若甲你调转来吼，遐个归啥？遐要互啥物人？你趁互别人用啊？敢毋是？人命若无掠条，迄个天国呼召无克着，你要哪倒转去？咱求出来帮助咱要哪伫遮来回应哦？头一个就是，你是毋是愿意来负这个恩典的恩赦？耶稣已经替你备办好势啊！伊毋望你来带你行伫这个恩典的道路，你准备好势无？你得到了，毋是干那安尼哦。你愿意去邀请人来做伙来负这个救恩的恩赦无？12月23，咱为什么要伫餐厅？因为咱若拢总来这个所在坐袂落啊。咱有定70桌，一个人交200块，咱教会有补助300块啊。安尼是食偌济？5000个啦吼。你邀请一个，你就为伊来付200块。兄弟姊妹，毋是干那咱独得这个恩典，透过这真好的机会，兼咱透过食饭的邀请，我已经邀请一个慕道友啊吼，伊真欢喜，随排班出来，感谢主哦。第8组，阮这组吼，咱的团队部互牧区目标偌济人，100个啊吼，第8组已经占10几个啊。检查当超过，无问题，因为迄个所在通抵100桌，100桌偌济人，1000人啊吼。亲像咱的天父讲，紧嘞，紧叫来邀请，无论啥物款的，迄是一个，比如你问真正外口一直招啊吼，就是设定你所要邀请的遮个。为信耶稣，当然，咱的厝、咱的家己的成员拢爱报名。总是你邀请一个、这2个，无说你讲我要3个，敢袂使？会使，你爱照顾会去啊，好无？所以伫遮咱要透过伫遐礼拜，透过有咱的兄弟姊妹家己的生命的见证，报道会。毋望互伊亲像耶稣伫咧食饭的过程中间，伊找到生命意义，伊得到这个上帝恩典。甲你的边仔讲，咱做伙来邀请人来参加。
咱做起立，咱用这首诗歌，咱邀请人来到最面前，来同伫这个福音的好处。耶稣温柔主，是我一好朋友。虽然经过黑暗无路，有你在保守，万人总是有，你听我高鼓鼓，改变生命的旋律，有主你陪我唱出，永远的救主，请你听我恳求，白白受死，纵容这罪妇，荣耀的救主，请你看我的手，耶稣我主，的路是你救主，对头来，耶稣温柔主，是我一好朋友。虽然经过黑暗无路，有你在保守，万人中只有你听我高鼓鼓，改变生命的旋律，有主你陪我唱出，永远的救主，请你听我恳求，白白受死，纵容这罪妇，荣耀的救主，请你看我的手，耶稣我主，是你救主，永远的救主，请你听我恳求，白白受死，纵容这罪妇，荣耀的救主，请你看我的手，耶稣我主，稳定的路是你受死，耶稣我主，耶稣我主，稳定的路是你受死。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兄弟姊妹，你如果若是还未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时阵邀请耶稣在对你来邀请，来同齐这个欢喜的宴席、救恩的宴席。主的话嘛咧对咱讲，好亲像咱是受测罗卜，检菜受有转，但主咧呼召你勇敢去，邀请人来，我会负责。咱开声来祈祷，咱每一个人开声来祈祷，无论你还未接受耶稣将做你的救主啊，你开声讲主啊，你的救恩临到我。咱若是信主的，主啊，我愿意成做